陪父母覆診、買餸、管理藥物，甚至協助處理日常嘅生活。唔少人每日都喺度承擔住照顧嘅工作，但係就未必意識得到自己已經係一名家庭照顧者。加州老齡化服務部同埋 American Community Media 日前喺索羅納縣舉行家庭照顧者專題交流會，邀請照顧者、長者服務機構同埋政府代表一齊討論一下人口老化之下家庭照顧者面對嘅壓力同埋支援需要。加州人口持續老化，目前全州已經有超過900萬名60歲以上嘅居民。預計到咗2030年，60歲以上嘅人口將會首次超過18歲以下嘅人口。到咗2040年，60歲以上嘅人口將會達到大約1140萬，佔咗全州人口大約28%。Redwood 照顧者資源中心項目主任 Alexis Gladwell 指出，照護需要有時可能超過一個人能夠長期承受嘅程度。When a person starts to notice they're feeling fatigued, they might start feeling internally resentful of the role that keeps going on, and then have some conflict and some guilt come up because they don't feel like it's okay to have that sense of resentment come up. AARP 2025全美家庭照顧者報告同埋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資料顯示，全美家庭照顧者嘅平均年齡係51歲。大約70%嘅家庭照顧者同時有工作，29%係屬於夾心世代，需要同時間照顧兒童同埋成年人士。1/4嘅家庭照顧者表示感到孤單，另外有27%正喺度照顧患有失智症又或者認知障礙嘅人士。根據加州照顧者資源中心資料，加州目前大約有700萬名家庭照顧者，每年合共提供99億小時嘅照顧，估計經濟價值達到810億元。Alexis 指出，長期照顧可能會增加身心健康嘅風險，部分照顧者甚至唔得閒處理自己嘅醫療需要。佢提醒，如果持續出現負面情緒，可能代表照顧者已經需要支援。If people start noticing lots of feelings of guilt, feelings of anger and irritability can be warning signs, feelings of hopelessness, that nothing's ever going to get better and there's no help for me, those are real red flags that they might need some support. 專家表示，輔導、支援小組同埋喘息照護可以令到照顧者獲得情緒支援或者短暫休息，騰出時間覆診又或者處理其他嘅生活需要。使用呢啲服務並唔代表將照顧嘅責任完全交俾人哋，亦都唔等於遺棄家人，而係協助照顧者喺照顧親人同埋維持自身健康之間取得平衡。加州老齡化服務部指出，好多人未必會將日常協助親友視為照顧嘅工作。Some cultures may think that it's part of their job to do that, but what's real important is that they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as well. 加州目前設有全州性嘅長者同埋照顧者支援網絡，服務包括資訊轉介、照顧者培訓、輔導、支援小組、法律資訊同埋喘息照護。感到接近身心耗竭嘅照顧者，可以先聯絡所在地區嘅服務機構，了解有邊啲資源適合自己嘅需要。So we work through 33 area agencies on aging, but also 11 caregiver resource centers throughout the state. 專家提醒，尋求支援並唔代表推卸家庭責任，適當休息同埋照顧自己嘅健康，反而有助照顧者更加長久咁樣陪伴家人。有需要嘅居民，無論身處加州邊個地區，都可以致電1800-510-2020，系統會轉接至到最近嘅長者服務機構，協助查詢當地可以用嘅服務。接通之後，亦都可以獲得語言支援，亦都可以到訪 agent.ca.gov 網站了解更加多。天下衛視記者採訪報導。